看着前面，走，跑上去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只要做的对，还是我示范一下滑得远，好像我不会玩一样，奇怪嘞。他有点帅一下，帅一下，是的，恼羞成怒。1、2、3，走，等着我。哦，所以我们刚才在上面是有学，一只脚在上面，一只脚在这。可是我如果把它完全踩死了，它就动不了。对，所以你要抓那种有点滑不溜丢的感觉。所以要怎样？哎，就这样推，上面要解释当什么？我们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哎，我在你后面。哎，不是还不错啊。我总感觉中间比较滑一点。哎，在，哎，可以。好 OK 酸哦了，很酸，休息一下。对，好酸哦。怕哎，傅贝贝加油！是真的有点像在复健。给贝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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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在各位的加油声下，他往前进了。OK，好难动啊。很难动哎，对好难动真的其实很难动。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，可以丢慢一点？我想说你直接到吗？太快了。哦，真的是丢的很好。你为什么不敢叫他丢慢一点？鼓起勇气啊！鼓起勇气！来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？就是说再慢一点，再麻烦你，就是再慢一点。好，了解。刚刚太快，对不对？麻烦你再麻烦。我了解。哎呀，这个速度。一百分。标准了，来，吴山，你要不要自己来了？好，我帮你我会摔死哎。哎，你会叫我跑？会，对，对，不错，有做这个确认。可以。好，耶！我虽然有福，但是又没福。好，我虽然有福，但是又没福。小救手，等一下，社长，哎，是不是有这个可能？我们轻一点，勇敢，我真的会怕勇敢，我们就轻一点。我知道，那力量我知道。谢谢社长。停，他没喊跑，对吧？而且还没有喊跑。他没有说跑，社长。好球，好，哎，算了，等一下。最后因为歪掉了，为什么歪掉了？这样我强烈怀疑他有一点在耍你。好的，我要丢但我水没证据。好，有了，我好像有福，又没福，但是又没有福。麦克风进过你终于被制止了。